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再来到主的圣日，咱三合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主、敬拜上帝。愿上帝甲咱同在，无论你伫什么所在，伫本国还是伫外国，伫厝内还是伫什么所在，咱三合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上帝也要借着伊家己的话语来安慰咱、来帮助咱、来鼓励咱。特别是伫这个病毒这个疫情非常厉害，有的国家非常的厉害。虽然有的国家、有的所在已经减较少了，但是仍然存在，有时可能会搁翻过头来，袂讲咧，来求主来帮助咱。互咱有信心，咱三合额头祈祷，上帝啊，你是阮的救赎主，你是阮的阿爸爸。伫困境当中，伫困难当中，你无放弃阮，你无离开阮，你常常用你的圣灵来安慰、来帮助、来鼓励阮。你也是随时来供应阮一切需要，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灵上的需要。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你逐项拢知，你逐项拢会，你逐项拢甲阮同在。阮感谢你，你甲阮同在，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来帮助阮，增加阮的信心，也互阮的心灵有主你的平安。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各位兄弟姊妹，咱拄则听到的一首歌，伊题目是我知影所信的是上牙啊。伊的副歌安尼讲，唯独我深深的知影所信的是上牙，并且也深信伊的确会有法人保守我所交托予伊的都全备直到迄一日，到了一日天主搁再来的迄一日。咱现在兄弟姊妹，咱即阵伫即个疫情病毒非常严重，继续伫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非常严重的时阵咱毋知要怎样但是咱深深的知影，咱相信的是上牙，咱相信的是这位全能的上帝，是这位满有慈爱、顾念咱的上帝。伊知影咱困难、咱的问题的上帝，咱也有法人相信伊这首诗歌，我深信有法人保守咱，一直到主降临的迄一日，见主面的迄一日这是何等的宝贝！咱知影，伫即款极困难的时节，咱需要的是啥物呢？灵内面的力量。咱这个世界非常需要一款的能量，或者叫做能源，英文的叫做 energy 为什么 energy 真重要呢？因为这款的能源是有法通互世界这个社会互这个社会甲世界有法通长动起来有法通活起来活动无这个能源无这亚苏林无这个核子的能力无水电的能力无风的能力无煤的能力无这个太阳能的这款来发电来取得这能源这款的力量的时节咱现在工厂内面的机器就无法通转动了若无这款能源这个车也无法通开咧走咯若无这款的能源这个电灯也袂倒咯，飞机也袂飞咯有真侪甚至入伫边厝的咧手术当中的也无电火也无跩马紧袂转动咯所以这个世界非常需要这个能力、这个能源、这个 energy。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咱人也阁需要另外一款的能力，就是人心灵的能力，咱内在的能力非常的重要。这是这款的能力是啥物呢？就是信心的能力这个信心的能力就是咱生命内面需要的一款的能力。这个人若失去了信心伊规个人就真袂好势就看到前面的情形前景真暗淡无光伊就失去了迄个力量，失去了迄个动力最后就是愈来愈弱，愈来愈严重，一直到死去咯。咱知影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家人去规咧集中营内面伫集中营内面这家负责人发现到这家人愈来身躯愈来愈烂煞毋好无偌久煞死去因为调查什么原因毋是说无通食毋是无够营养有跩食也有运动敢若跩人身躯愈来愈烂伊的面愈来愈青白破变，一直到一个才离开世间死去调查因的原因原来伫这个集中营内面因为跩人心内无希望无看到伊前面的道路有啥物光明真失望
因内面对因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了，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信心了。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因真绝望。这个人伊的身躯愈来愈烂，愈来愈烂，后来破病，后来就离开世间了。所以，这个人的内心的信心对这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人无失去信心伊就失去了迄个向前冲的迄款的动力袂怪咧，伫圣经内面有真侪在圣经的伟人亲像亚伯拉罕，亲像摩西亲像这个约瑟约书亚还有彼得、雅各、约翰这个保罗，在新约旧约的在人物雅各以撒这个在真侪在圣经的人物当上帝要用伊以前上帝甲主耶稣想用一寡时间用真侪时间来训练因，来勉励因，互因对因内在迄个信心搁较强起来。所以上帝常常讲，你着刚强壮大。刚强壮大伊意思就是你着有信心你一个人若失去信心你怎样有法通带领整个百姓来向前冲种伫曠野内面，伫困难当中拄着真侪问题，要怎样来负起这责任？一个人若失去信心，伊的灵内面就空虚无能力，伊就无法通负起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咯。所以信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伫这个船顶看到伊的学生，因为门徒拄着慌乱的时阵，惊半小时伊讲：夫子阮要死了，你无要插阮吗？但是耶稣起来责备慌乱就停止风平浪静。耶稣就责备在门徒。伊讲：恁小信的人小信的人小信的人意思，毋是说较真水，意思就是说，恁几乎失去了信心去了。这个人若失去信心伊就惊半小时，伊就袂安稳咯，伊就袂安静落来处理代志咯。所以耶稣用真侪时间，甚至真侪圣经节来讲到人就有信心。咱今仔日的题目是讲到信心的赏赐 ，the reward of faith。那么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有的世间人世俗人讲信心按照因的理解就是自信什么是自信呢？自信就是。self-confidence 是家己有信心对家己有信心信心这个自信叫属灵的信心，叫圣经内面所讲的信心是无同的。世俗的信心是说对家己有迄个信心，有把握，这叫做自信心。因种个自信的人，就是靠着家己的才干，靠着家己的能力。靠着家己的智力，靠着家己的毅力毅力才不断的去努力因为有一句话常常来安尼讲：不到黄河心不息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就有这到黄河才要煞的迄款的干劲。干劲就是迄个的冲力冲劲来达到因的目的达到因的目标为止这款就是世间人所讲的自信心但是属灵甲圣经内面的信心是啥物呢？有的字典是安尼讲说信心是坚定的相信上帝。甲一个宗教内面的教义，这款的信心是建立伫这个属灵的理解
建立伫属灵层面的理解力，对神的话语甲神的理解力，毋是靠着怀目睭所看到的见的一件证据，这是一个为字典的一件定义。但是伫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是怎样甲咱讲呢？伊讲信，希伯来书11章新约第11章第1节，安尼讲，伊讲信是所毋望的代志的实底，是未看见代志的确据的确切真实的证据。讲安尼可能有个人就讲较白淡薄有个经文是安尼讲，有个安尼解释较白咧，就是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代志有把握，对所盼望的代志有把握。目睭虽然也看袂到，或者是虽然也未看到迄个事实，但是伫伊心内的目睭属灵的目睭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看到迄项事实了。这就是信心。咱伫这个主耶稣伫新约内面耶稣讲到关于信心的代志伫马可福音第11章20节到24节，也讲以前有讲到一项代志，就是耶稣去一个所在，腹肚枵咯，看到一丛无花果树，伊腹肚枵了要找果子，但是找来找去，找无一粒果子通食，耶稣就责备这丛无花果树，这无花果树哩，隔日早起将你高大连棍就高大去了，所以20节伊文图就讲早起因伫遐经过时节，看见无花果树连棍拢高大了，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就对耶稣讲：说拉比先生你请看，你所救助这丛无花果树已经高大了。耶稣下面的话就讲到关于信心的代志耶稣回答讲：恁着信服神，信个服信服神。我实在甲恁讲，无论什么人对这座山讲，你闪开你闪开离开这个所在投伫海内，伊若心内无犹豫，只要信伊所讲的必成，就的确互伊成了。耶稣继续讲，所以我甲恁讲，凡恁祈祷所求的，无论是啥物，只要信是得到的，就的确会得到。落尾这句话是安尼讲，只恁所祈求的，无论是啥物，只要信，即个讲到信是得到的虽然未得到，只要信是得到的了，是就的确会得到。这是耶稣讲到关于信心的代志那么信心，一个人要行信心的道路，那么信心有啥物条件？信心到底有啥物条件？伊下面几个圣经节咱读了后咱就知影圣经内面所讲的有一个条件亲像伫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安尼讲，伊说人非有信，伊说人若无信心就无法能得到上帝的喜悦，无法能得到上帝的欢喜。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的确
着信有神，而且着信伊会想事，或祈求伊的人。再讲到找上帝要想事，或祈求伊的人，所以即搭甲咱讲到信心，过来讲到即个亚伯兰的代志，伊讲这项代志了后，耶和华伫伊梦中有话对亚伯兰讲：亚伯兰，你毋免惊，我是你的盾牌，的确要大大赏赐互你。伊是叫你带伊到外面，讲，会说你向天观看，算算天顶的星，若有法人晓会来啊！伊说你有法人晓会来啊袂啊？伊说又搁对伊讲，伊说你的后代，你的后裔会亲像即款你的后代真多真多，亲像天顶的星一样。圣经个讲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即项呢为伊的义，正做伊的义。义就是好，正做义人的意思义人得救的意思。哥林多前书佫讲10章31节，所以恁学者啉，学者食，学者啉，无论做啥物代志，拢着为荣耀神来做，为荣耀神来做。再甲咱讲，无论做啥物，是食是啉，无论做啥物，拢着荣耀神来做。过来讲到提摩太前书4章3节，说神的旨意就是叫恁诚做圣洁，远离淫行意思就叫咱神的旨意，叫咱着有圣洁的生活，离开了或淫乱的代志。约翰一书5章14节甲咱讲，伊说咱若照神的旨意求啥物，伊就听咱。这是咱向伊所存坦然无惊吓的心，再讲咱着遵行神的旨意来祈祷所以归纳顶面所讲的经文信心的条件头一项讲人着有信心，才会讨神的欢喜因为有信心的人是辛苦神。辛苦这位耶和华上帝依赖神的人，这款的人是尊重神、敬畏神的人第二项讲有信心的对象，咱信心的对象毋是人，乃是上帝，乃是上帝。信心的确据的根据是啥物？就是神的话。譬如说，信独生家主耶稣，你就会得到永生。这就是因着神的话安尼讲，咱相信咱就会得到所以咱的信心呢是根据神的话。过来，这个有信心的人，伊的生活是圣洁的，因为人若注重罪孽，上帝的确袂听咱神爱人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过来呢，有信心的人应该是着会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毋通心高气傲来靠着这个血气来做代志，这是神所无欢喜的。过来呢，这个有信心的人，对神有信心的人，无论伊做啥物代志，拢是为着荣耀神来行，为着荣耀神来做所以下面有几个两个例，来做咱头一个例呢，是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伫旧约的时节有一摆这个北方的死的王甲南方的王伫咧拍战
伫咧拍战。那阿伯兰伊的这个敌人吼，就是罗德，也是伫这个南方的王当中啊，伫南方的王当中的所多玛的这个城内啊，这个南方的王啊，拍输咯，我再要去抢去咯，人去掠去咯，但是有人来报告阿伯兰，阿伯兰就派精兵啊出去拍，最后呢，将迄个北方的四个王，甲伊拍输甲伊拍败去，因就走过去，就将怀财物都夺回来，都甲伊抢过来，抢来了后，这个南方的王啊，所多玛王就讲阿伯来讲，伊说你跩战利品所得来跩敌人的物件全归互你咯，但是呢，这个阿伯罕唔接受。阿伯罕安尼讲，对所多玛王安尼讲，我已经向天地的主啊，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若是你这个所多玛王。你的物件就是一条线一条话带，我拢无要摕，免得你甲我讲，伊说我是托阿伯兰付足的，我是互你好业的来以后无话讲，我无要伫你的物件，为虾米呢？因为你这个王恁这个国家是拜偶像的，恁所做拢是上帝无欢喜的，恁内面同性恋真厉害，内面的罪恶非常厉害。我无要伫你所互我赠送互我这个礼物，安尼咱就是侮辱上帝无要甲这罪恶的人行规做阵无要来念着恁会怀做的代志啊，所以。耶和华就祝福以后上帝就大大的祝福因。伊说：你看天顶的怀星你有法通晓无？你检视咧烦恼，你无行顺吗？下摆我要祝福你，互你的行顺像天顶的星，会做星一样化做这就是上帝对阿伯罕讲的。在话应该要有这个顺服的心，这个圣洁的这个行为，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阿伯拉罕看见在世间的物质，你看重上帝的名义，看见在世界的物件甲名声，伊看重伊上帝又诚做伊的宝贝，这是非常重要的。人趁咧全世界失去了生命，有啥物益处呢？上也有可能有摕在世界物件来换生命呢？无法因为得到了上帝，就是得到了一切了。咱就一个人得到迄个国王，就是等于得到了整个的国度、整个的王国了。所以保罗曾经安尼讲。腓立比书3章第8节安尼讲，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明白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伊已经放杀了万事，看作粪土，为着要得到基督，伊将万事看作粪土。为着要得到上帝，得到基督。那么信心有啥物常数信心的常数，咱知影阿伯拉罕因为有信心，所以上帝常数互伊。伊将上帝试验伊，将伊的家以撒要奉献互伊。阿伯拉罕无第二句话，就将伊的家献上。上帝
真欣赏伊即款的信心，甲即款听上帝的心。所以耶和华安尼讲，伊22章第16节第10安尼讲，耶和华讲：你既然行了这项代志，就是咧显以撒图案，无留落你会惊，就是你的独生囝。我指着家己起誓讲，论福啊，我的确要赐大福互你；论行顺呢，我的确要叫你会行顺做起来。啊，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一样。而且地顶的万国，拢要因着你的后裔来得福。即个讲到后裔是 singular， 是单数啊，是伊是讲到将来的主耶稣要祝福世间人啊，要得万国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最后这个比喻呢，就是讲到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因为听从上帝话，来责备当时的王亚哈王，所以伊知道这亚哈王要追杀你，要甲伊掠，要甲伊杀。上帝就叫伊去灭咧，灭咧伫约旦河东诶一条河流叫做基利溪边那上帝呢就为伊预备一只乌鸦，什么是乌鸦？是规全大只乌色的，乌色的。伊讲这只乌鸦，逐日早起到暗暝啊，就去夹饼夹肉，互伊食，并且伊啉迄个溪水的边，溪边的水过了一寡日子，落尾在水也是干咯就是上帝佮为伊备办另外的代志，另外来攻击因。所以即搭讲到苦难讲到即个先知拄着苦难，才亲像咱现在有真侪兄弟姊妹伫病痛当中，伫即个病毒的灾难当中真侪人也伫苦难当中。那么后来呢？上帝因为水大咯，上帝佫为伊预备，伊说你到一个所在叫做西顿西顿的这个撒勒法撒勒法这个所在，我预备吩咐这个寡妇、经寡妇来供养你，来饲你，互你食，互你徛所以这个人先知就去到这个所在，这个西顿这个所在伊本身拄着困难，但是来找到这个寡妇，寡妇也是拄着困难开始见到这个寡妇的面的时阵，妇人人面，伊说你互我一点水来啉，这个寡妇就互伊水啉后来这个先知佫再甲伊讲，说你做饼互我食，做饼互我食做一点饼互我食。这个妇人人想来想去真艰苦我家己敬人也无人食咯要怎样伊就甲伊讲，说我无饼。妇人人甲伊讲，你甲我讨饼，我无饼。我迄个罐内面迄个瓮内面内面只有一白米，一白米偌济只有安尼尔这个手掌的一白米，这个盘内面油盘内面只有剩一点点的油咯。伊个这个时我是要去外面捡2支茶来做2个饼，互我甲我的囝通来食。伊说来食了死就死咯，哎呀真凄惨这个先知拄着困难，上帝为伊备办这个困难的人这个食了这顿伫下顿就毋知影要倒落摕食物咯，食了死就死咯。所以上帝为伊备办的是别人想袂到的，别人看见的，
但是上帝恩典、上帝的陪伴是丰丰富富的。但是这个先知啊，听到伊安尼讲了后，就对妇人人讲：以利亚对伊讲，说你免惊，伊说你就照着你说要做饼就去做，哈。伊说哦，先做一个饼互我食，做一个水的饼互我食，然后做饼吼，互你甲你的囝来食。这个妇人人想想呢，落尾这个搁再讲啊，这个先知讲啊，伊说因为耶和华，你免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安尼讲啊，伊说你迄个翁啊内面吼，的面吼袂减少啦，伊说你油盘内面吼也是袂短缺啦，吼，伊说直到耶和华降雨伫地顶的日子啊，你只管做饼来互我食，会互我充饥当时也是要做，互恁两个家己食。你想袂到，若是互咱普通人啊，食这点仔面，叫这油，只有咱两个人食咧，你搁加一个人入来，阮搁较无够咯。但是耶和华上帝叫先知甲安尼讲，你迄个翁仔内面的面粉吼袂少去，你迄个油盘内面的油也是袂减少，一直啊到天降雨落来地顶的日子啊。那么这个妇人人听到这款的情形哦，有啥物反应？圣经安尼讲，妇人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煞互咱看到这个妇人人的顺服甲信心，伊就甲伊的家人啊，甲厝内人甲并且以利亚食了真久的日子啊，本来是一杯面粉，一点仔油，但是因着信心的相似，突然三个人食，可能也阁有别个人就食了真久的日子啊。但是最后这个结论是啥物啊？伊讲，翁仔内面的面果然无减少，油盘内面的油也无短缺，也无减少。正亲像耶和华上帝正着以利亚所讲的话，照着伊所讲的话实现了最后的结论，互咱对在故事当中甲咱们所讲的有结论几点互咱心灵内面得到真大的安慰甲鼓励。头一项是啥物呢？这个寡妇甲这个先知拢伫困难当中。因伫困难当中上帝知无？上帝知，毋但知，上帝阁有安排，阁有预备。这个互咱看者，咱若是上帝所疼的，咱是属于上帝的囝儿，咱的困境、咱的困难，上帝知影，上帝也为咱安排，上帝也要为咱预备，为咱预备一只乌鸦来按时来加这个饼甲肉来供给咱的需要。感谢主伫这个疫情当中有教会跩兄弟姊妹真有听心正亲像一只乌鸦三重去毋知去倒落参观的，去加饼来，去加肉来。有红肉、猪骹，加来来供给神的仆人，通食用感谢主当然毋是猪骹有一块肉就感谢主咯反正上帝按时来供给、来安排、来陪伴，这神知影。第二项神对伊的囝儿会照顾。圣经甲咱讲伊说神袂放杀人，袂离开人神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这是约书亚第1章第5节安尼讲。咱伫困难当中，神
无甲咱放杀毋插咱。圣经英文是伊无撇下放杀咱，也无离开咱。感谢主。第三点啊，讲到神是信实的上帝。伊讲即个翁仔内面的米粉袂减少，油盘内面也袂减少。到最后食啊真侪日，也是无减少啊！一直啊到天落雨降雨水落来的日子，感谢上帝，神讲的话就的确会按照安尼去行。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过来第四点，甲咱讲信心是有赏赐的，比如说。这赏赐的根据是根据神的话，神讲的话，的确要实现。伊叫咱凡係信靠神的独生囝耶稣的人，就得到永生。虽然咱现在也未到天堂呢，但是咱因着相信咱的赏赐，咱知影有一日。咱现在也是感觉到有迄个平安，信主了后的平安。咱诚做神的儿女，将来有一日啊，咱会看到迄个实在。所以神所应允的，咱的信心会得到赏赐。咱感谢主，咱信靠伊，不至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这就是咱的赏赐。来，过来。所以，主咱兄弟姊妹，咱人生在世，的确有困难，的确有问题，可能咱有病痛，可能咱的身躯软弱，这项病迄项病，可能咱也拄着经济困难，可能咱孤单寂寞，可能咱也是会失去。咱厝内的人心内真艰苦心，可能咱也是会挂虑咱的生活，挂虑咱的行日的前途，咱担心这项，担心迄项。所以兄弟姊妹，无论咱有偌济重担甲担心，圣经甲咱讲，要将咱的重担来交托神，用信心来交托给上帝。彼得后书5章7节安尼讲。恁着将一切的忧虑卸托神，放落托神，因为伊顾念恁，因为上帝顾念咱。咱才有重担、有忧虑的人啊，咱着将咱的重担1、5、10的，向上帝讲出来，向上帝来倾心吐意，甲伊讲出来。神是顾念咱的最后呢，上帝要赏赐凡有信心的人。最大的赏赐是啥物呢？咱因着相信主耶稣做咱的救主，最大的赏赐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圣经罗马书第8章32节安尼讲：是上帝既然无爱惜伊家己的囝。为着咱众人来牺牲咯，减袂将万民甲上帝本身家己别一同白的赏赐互咱嘛？意思是甲咱讲，上帝既然无爱惜伊的家来赏赐，来到世间来拯救咱的生命、咱的灵魂，伊减无将万民世界在万民咱所使用的一切。甲上帝本身白白的来赏赐互咱嘛？上帝要将伊家己白白的赏赐互咱，所以咱因着信心所得到的赏赐，信靠主耶稣，你甲你一家拢要得救。信靠上帝，上帝是真做咱的赏赐，这是最大的礼物，最大的赏赐就是神本身。有了上帝，就有了一切；有了迄个国王，咱就有了国王的迄个国度，咱就是真做神迄个王子咯。
就神会行你咯。一切荣耀富贵，将来福气，拢要临到咱。咱现在伫世间所拄着是暂时的苦楚、暂时的忧愁、暂时的病痛，但是叫咱着忍耐来听候迄一日荣耀的日子来临到咱的。感谢上帝，三合阿头，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借着你宝贝的话语，增加阮的信心，并且有凡有信心的人，上帝要赏赐互伊。阮也知影，最大的赏赐乃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本身，因为阮知影。有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成做阮的天父，阮就是伊的儿女。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丰富，将来一切在产业，拢是属于上帝甲阮属于的儿女的在人。阮感谢你，求主，你伫即款伫极困难的当中，伫即个难关临到逐个人的时节，求主。你帮助阮，帮助阮有信心，帮助有吞忍，帮助阮来忍耐，来听候上帝的日子。愿上帝你祝福逐个人，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